My Way 上榜呢5個禮拜，咁上個星期呢排喺第4位嘅，今個禮拜升多咗1級，亦都係佔據咗啦季軍嘅位置啊。張雨晨啊呢一首嘅作品呢，就係由佢自己親自作曲同埋參與編曲嘅喎。編曲方面呢，佢就係同徐樂章就係合作嘅吓，填詞方面係楊希。嗱，呢一首嘅 I Found My Way 呢，就係劇集歌曲嚟嘅，咁但係其實張雨晨呢，最近期呢，亦都係推出咗另外一首嘅廣東歌，就係迷戀有害，然後亦都有推出咧國語版本，就係 Romantoxic 啊。之前啊，亦都有喺香港方面呢，就舉辦咗一個 MV 展覽會嘅，將一啲 MV 裏面嘅場景呢，就重現翻出嚟啦，等佢一班嘅 fans 啦可以係影相打卡啊，咁仲可以呢，就係抽呢一啲嘅 MV 造型公仔嘅盲盒啊。本來活動呢，就係2日嘅，咁不過呢，咁啱呢，就撞正颱風襲港啦，咁所以啦張雨晨呢，就唔想歌迷有危險啊，於是乎呢，佢就將嗰個活動呢濃縮成為咗1日噶，咁但係好多 fans依然都係咧預早1晚已經喺展覽場地通宵排隊去等啊，因為有當中咧有30位幸運嘅 fans 啦，係可以咧就係同張雨晨咧有近距離嘅接觸嘅，咁就會有一個專屬嘅迷你音樂會，仲有現場嘅即點即唱啊吓，咁唔怪之得啦，歌迷咧就真係冒住颱風啊都要咧一早去排隊，就係霸定位置，希望咧成為30位幸運兒嘅其中一位啊。咁而我哋 Calgary 嘅聽眾都係好幸運嘅，因為嚟緊喺9月份啦，張雨晨亦都會嚟到我哋 Calgary 演出啊！我哋都好期待啦，同佢見面，同埋咧就係聽佢現場咧就係獻唱啊！